無論素顏定係化妝，嗰一對眼咧都係致勝關鍵。就算你幾叻化妝都好咧，你眼周嘅皮膚照顧得唔好，都係會卡粉顯露，同埋有啲人咧係越遮越大。我知道好多女仔咧都苦惱緊唔同嘅眼周問題，我發現咧唔一定要捱痛醫美捱貴，有一個輕鬆啲，仲要係開價錢嘅方法解決。啱晒一啲咧又怕痛又心急嘅人，我咧基本上每日都係夜瞓嘅，同埋成日用電話啦，所以咧我係有個圈圈，再加埋個眼袋，素顏咧望落係好頹嘅。最近咧我試咗個幾勁嘅組合，就係 Sino NMM 液靈緊緻修復眼精華，再加 Sino 黑眼療金箔眼膜，想改善眼周嘅皮膚，要記住由內到外嘅黃金法則。先拎一泵 NMN 眼精華，輕輕按摩眼周，入邊除咗有大熱成分 NMN 之外咧，仲有納米滲透 iPeptide，可以激活眼周肌膚細胞，深層滋養，由內修復加膠原再生，撐翻起個淚溝眼袋位。中意係佢連埋眼部按摩嘅一體設計，涼浸浸咁樣係好舒服，早晚都用得。用佢上眼按摩咧，啲精華係一滴不漏咁樣滲入眼底。有時用嚟消腫咧，我覺得都係好方便。呢兩款 Sino 嘅產品咧，好啱夜瞓成日用電話同埋慳圈好勁嘅人用。萬寧、Sino Mall、Sino 概念店咧都買到，係好方便。而家咧係仲有優惠添嘅，快啲去買嚟試下。